正所謂寧得罪小人，莫得罪廚師。點解？原因咪就係你食啲咩都掌控晒喺佢哋手上咯。唔想食到加料餸菜，就要注意 last order 時間啦。大部分餐廳雖然都有 last order 時間，但如果餐廳本身已經冇乜客，某啲廚師都會提早30分鐘清潔廚房，將剩低嘅飯菜倒晒，再洗廚具。如果你揀喺呢個時間落單啦，記住咧，收工嗰陣時咧，我哋啲嘢就會倒晒噶嘛，咁之後先入單喎，咁我哋啲架餐又洗晒啦，咁佢哋就唔會再煮過噶啦。咁即係會直接喺個垃圾桶度拎翻上嚟。係啊，唔會過水嗰啲噶啦，都手動出噶，都唔會洗得到噶啦啲嘢食。第二個情況，你食飯嗰陣奄尖腥悶，要求多，嫌三嫌四又投訴，叫廚師再煮過，加上說話態度冇禮貌，你要小心，其實可能都中過招。通常都係嗰啲客串咯，又多要求咯，我哋廚房口水唔妥，麻煩客噶啦。咁有時被掠下口水啊，拗完痕就用手掂下啲食物啊，呢啲都周不時會見到噶啦。阿偉最記得有一次有個客嫌啲粉麵份量少，食物彈返轉頭，負責廚師就用咗廁所水嚟做食客嘅湯底，真係聽完都反胃啊！所以奉勸各位一句，無理嘅要求都係諗清楚先好講，無謂成為廚師口中嘅麻煩客啦。